今仔日的祭开来到白路，嘛是金门海峡上好价的黄鱼甲白鲳大出的时阵，结果去有中国的渔民上钓，金门的海巡队就发现一台中国籍的渔船，伫个乌沙角的外海，甲咱食过界。海巡人员是强势开枪，顶船掠人，掠到7个渔民。 海巡人员经过超过界线的中国渔船，爱停落来检查，因为对方唔听，佮赶紧要走。海巡队举线子啊开枪，对方才慢落来。停船啦！停船啦！停船！虽然中国渔船速度较慢，因过渔员想要走，佮捌弄海巡队的船，海巡人员赶紧停船掠人。 人民公司有6名。中国渔民规日船舱拢唔敢叮当，因是看准金门海涌较好价黄鱼甲白鲳，即嘛是大出的时阵，想要超过界线的掠鱼啊，佮违法放真济浮水式的流刺网，互金门海巡队掠到。目前大概都是捞白鲳跟黄鱼，除了蛇形以外，有企图要冲撞，但我们那个 CP 艇比较灵活。 哦，没有被冲撞到。尾手海巡队将中国渔船顶面50件流刺网拢没收，这船员也将面对新台币30万以上的罚款。